巴布达尔就是屋外或者是庭院啊，巴布达尔就是意思是屋外庭院的意思。好，好，我们就米萨达邦杜吉达哟。好，我们的主题就是巴布达尔。好，我们上一次啊，这个第一题我们有练习过哈，可是那时候快下课了，好像只有几个学员有写哈，有分享。我想说，我们仍然还是从第一题开始，可以吗？还很多人上次没有分享到。好，这个是在好。Umaan ko sa mak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isu. Umaan ko sa mak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isu. 意思是说，在你家的庭院最漂亮是什么？好，Umaan 是什么？好，Samakapahay 就是最漂亮的，就是伊巴布达尔庭院。努鲁玛伊苏，好，在你家的庭院最漂亮的是什么？好，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句子来写。好，也可以说，阿菲努古萨玛卡巴海伊巴布达努鲁玛阿古。我可以说，在我家的庭院最漂亮的是椰子树。好，请线上的老师还有学员就根据这一句来写你的答案哦。你的回答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练习。五马安是什么的意思？好，这里马嘎巴海加上前缀萨，就是最漂亮。马嘎巴海就是漂亮的，加上前缀沙的时候，它是最漂亮的。哎，这个是 Alice 的吗？我看一下哈。好，请说。Ufana atau folklore 故sa magpahai I paputar no luma aku。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池塘和石头。哦，就是等一下，我的这个荧幕念到上面。Ufana atau folklore 故 sa magpahai I paputar no maku 是吗？哦，还努鲁玛阿古好。烦恼，烦恼是池塘。阿杜福格洛古萨玛嘎巴海伊巴布达努鲁玛阿古哦，写得很好哦。在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池塘和石头。对，石头还有一个说法 f i g l o 好 f a g l o f g l o 都可以。好，我写的句子非常棒哈，谢谢我们的 Alice。好，还很多哦，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句子来表达一下。我们可以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写，然后还可以说，学我们板扎的话，我们越说越通顺，越流畅。这一句写得非常好。把闹池塘的意思。好，其实我们家里庭院也是种很多花草树木，有时候可以种一些菜呀。在部落的话，庭院外面都是种菜嘛，或者是稻子，还有很多可以欣赏的海呀、大海都可以写哈。我们可以慢慢的写哦，我们不敢。好，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表达的方式。
来，你苏贤。Hai, o sakura ku sa mak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aku。在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山樱花。哦，很好。还有 sakura 就是樱花，sakura 是日本话，对不对？樱花，古 samak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aku。在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山樱花。谢谢苏贤，sakura sakura 樱花的意思，山樱花哈。不错哦，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种很多很多可以欣赏的花草啊，你也可以写一下哦。sakura 对，写的非常好，大家都很会书写了哦。其实你写的不好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有时候句子会很难写，很难表达，不过你写2句也没关系哈。来，老师，请问山樱花阿美语有吗？有山樱花这个词吗？我们都是介词都是用 sakura， 因为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这个花，所以日本那边比较有种这些很漂亮的花，然后引进到台湾吧。然后我常听说山樱花是 sakura 这样。谢谢老师。不会，看线上的老师还有萨里嘎嘎有知道这个山樱花还有别的说法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写上去哦，因为有的学员很想知道，对不对？其实我都常听到的是 sakura 比较多哈。其实我们很多花哈都不知道名称，像兰花有吗？谁知道兰花怎么说？我们都讲兰花。如果有人知道兰花怎么说，也可以写一下词汇哈，看谁知道了，可以提供一下，查一下字典也可以哈。或者是说，你庭外有很漂亮的鸟啊，你现在的人很喜欢养宠物，虎系啦，猫啊狗啊，现在人家养的宠物都非常漂亮，常常拿去给它美容，也是算很漂亮的动物哈。还有什么树啊？比如说一只也可以哈。我们再等一下下，看还有其他的老师还有学员。阿歪都好，还是你还在写也没关系哦，因为这是我们上一周的主题号第1题，因为那时候没有几个人有线上分享，我想说现在再继续的来写。好，马老杜古尼马烧爱好。Ngayon sisi, 嗯， uparumaan ni mamu acara ko sama kapahay i paputar no Roma ako。在我家庭园最漂亮的是祖母种的野百合。哦，野百合是扎拉扎，对，我听过这个扎拉扎，好，我palumaan ni mamu扎拉扎ku sama kapahay i paputar no luma aku，很好哦，写的不错，马少。在我家庭园最漂亮的是祖母你妈母，你巴鲁马安扎拉扎野百合叫扎拉扎哈，谢谢我们的马少我们又多了一种名称哦，大家可以写一下这个野百合叫扎拉扎，很好哦，扎拉扎。
很少说这个花的名称，所以会忘记哈。扎拉扎好，阿来吉马萨湾号，野百合我也写起来哈。野百合花，好，野百合，谢谢。好，你惠美，诶，惠美马惠美，阿是本诺秘书，曼珊 ，Hello，伊来技术，起来，开麦，喇叭灯鼓，喇叭，嗨，布鲁代古阿嘎巴海以巴布达尔努鲁玛阿古。在我家庭院最漂亮的是七里香树。刚国字来不及打，哦，好，没关系，再补充就好。拉带还是卤带？拉带。你如果是七里香的话，拉带，拉带是七里香，还马拉拉外是米边，好，没关系，在手机上很难操作。乌拉带古马嘎巴海伊巴布达努鲁玛阿古，好，我们又知道了，七里香是拉带。如果是他讲的是七里香是拉带，好，再一个卤带。好，法代哈努米达七里香，大家都知道这种树吧？这种很漂亮又很硬朗哦，像头目拐杖哈，大部分都是用法代来制作的拐杖哦，所以这个树哈要好几年才会像你的手背那么大哈，听说好像要10年啊，因为那个很贵重的。树就是七里香，就是法带。好，阿来好几惠美安好乌拉带好，谢谢你写的很好哦。好，那如果你拉好古米苏里带好，你拉好古米滴滴带爱多好把杜乌兰就上传没关系。好，那我们接下一句哦，萨嘎杜萨杜哟。嗨，萨嘎杜萨。Cima ku misalama ai I paputar nu tu rumi ami af， 再念一次哦。Cima ku misalama ai I paputar tu rumi ami af， 好，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谁？好，玩耍的人是谁？好，Cima是谁的意思？好。故米萨拉玛爱就是玩耍的人，好，米萨拉玛爱就是玩耍的，爱就是人的意思，好。伊巴布达尔杜鲁米阿米阿，鲁米阿米阿就是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谁？好，我们也可以说每天在庭院玩耍的人是小朋友，好。娃娃古米萨拉玛埃伊巴布达尔杜鲁米阿米阿，可以这样子回答哈。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小孩子啊。你看一下，你想一下啊，哈拉登恩吉玛古米萨拉玛埃伊巴布达尔杜鲁米阿米阿啊，每天啊，你也可以写别的句子哦。比如说，隔壁邻居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谁，大部分都是，小孩子比较喜欢在庭院里玩耍嘛，还有大人也可以啊，哈，按照你的想法去写一下，表达一下。今嘛古米萨拉玛爱，米萨拉玛爱，萨拉玛是玩。加上米前缀后缀爱的时候，就是玩耍的人。以巴布达尔在庭院，加上我们的时间，读鲁米阿米阿啊，每天，是本努米达第里的努米达号。即阿公古米萨拉玛爱以巴布达尔读鲁米阿米阿啊。阿公啊，在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阿公，也可以哈。
阿公最喜欢玩陀螺嘛，还有什么玩具哈？因为阿公走不会很远啊，他只能在庭院里玩耍。你会没爱好沙袋，好，七里香树，对，已经修正了，对，沙袋。现在人家的围篱都是种沙袋比较多哈，又可以当围篱，也可以闻它的香味。好，金马谁？想一下，你家里每天喜欢在庭院里玩耍的人，也可以说，吉伊娜，好，吉妈木，可以讲吉嘎昭，也可以说他每天玩什么哈，玩什么玩具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巴奈，即巴奈古米萨拉玛爱伊巴布达尔杜鲁米阿米阿，这样子回答，简单的回答也可以哈，主要是学习说米娜南都在教好，要多练习，练习说，才不会卡卡的。你常常朗读的话，你就会进步很多哦。哎，马劳多诺马姑姑，你会没？嗨，星星，有娃娃努必要，古米萨拉玛爱，伊巴布达尔，杜鲁米阿米二。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邻居的小孩。哎，很棒哦。好，你阿西给说你好，念的还有一点点不顺畅，好，也是写的很好哦，棒哦，惠美。娃娃努必要古米萨拉玛爱伊。米萨拉玛埃米萨拉玛埃那个马那边外国咽头舌音号，米萨拉玛埃你那边要修正一下哦。以巴布达尔的鲁米阿米阿，你来古马拉拉外说好，米萨拉玛不是米萨拉玛埃，好，修正一下，米萨拉玛埃，外国啦，格特草。嗨，谢谢我们的惠美，惠美有进步哦。好，她说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邻居的小孩子。娃娃努菲耀，哈，菲耀就是邻居，左右邻舍的小孩。来，几惠美安好，你来好过咪苏里呆，好，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写的，我们自己来念，因为线上也很多学员也在学习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哦。嗨，李淑贤，娃娃努发发希安，阿萨法古米萨拉玛埃伊巴布达杜隆拉米阿。每天在庭院耍的人是妹妹的小孩。好，阿来，娃娃努发发希安阿萨法，就是妹妹的小孩。古米萨拉玛埃伊巴布达尔杜罗米阿米阿，对，说每天在庭院里玩耍的人是妹妹的小孩子写得很好哦，大家表达的方式都非常的棒哦。你会美好修正的是米萨拉玛爱，对，很好玩耍，这样你就会进步哦。阿来只会美安好，好马上。来，星星，
Uya tatu saai asafa ko misarama ai i paputar to rumi ame ar。每天在庭园玩耍的人是那两个弟弟。哦，很好，哎，写的不错，好。乌鸦，乌鸦，大杜萨爱就是那两位哈。阿萨法古米萨拉玛爱以巴布达尔杜鲁米阿米阿，很好哦，有没有什么可以修正的哈？写的很好，而且念的都不错哈，很棒，谢谢我们的分享的老师们哦，还可以再继续写哦，根据这一句第二题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可以表达的哈？今嘛古米萨拉玛埃伊巴布达尔多罗米阿米阿，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哦。你然后古米苏里呆也没关系，好，阿嘎刚乌鲁，每一次学习都会有进步。还你然后古米烧下来也没关系，好，等一下也是可以传上来。好，那我们就这一句我们看一下第3题喽。如果线上还有人在练习写的，好，也可以，等一下就可以传上来哈，没有关系哦。好，第3题哦，我们进入到第3题。第3题说，sabi maan ni ina kuni a onuts i paputar。sabi maan ni ina kuni a onuts i paputar。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哈，在庭院里的这个扁担是妈妈用来做什么啊？Usabi maan，意思是说用来做什么？你ina是妈妈，kuni这个onut 就是我们挑水的那个扁担哈，或是挑东西啊，还有挑木材啊，挑什么挑橘子啊，挂篮子那种的哈，就是叫 onut， 或者是我们扛那个牛要吃的草都是用 onut 来挑哈。Ibabudar 就是在庭院的意思。整句就是说，在庭院里的这个扁担是妈妈用来做什么？是比妈安就是用来做什么？古尼啊，onut 这个扁担 ，onut 就是扁担，大家应该都看过哈。回答是说，usabi kan usabi mana tu kupikan ya usabi sulu ni ina tu rengus Limata，对对对，谁说的？谢谢。sabi limata，大，对对对，limata，哎呦，很少说。usabi limata ni ina tu laput kuni onut， 好，可以这样子哈。就是说，在庭院的这个扁担是妈妈用来砍地瓜叶的。limata， 对，limata。很不错，很久没有讲了，突然想不起来。好，嗨，星海星海老师，usabi man， usapi limata tu nanum 好，nuna ai haga，我也我学了好，中文的呢，可以用说啊，的，那个扁挑是用来是妈妈。挑水用的，对了，通常都是挑水，你应该写说 usabi limata。mata tu nanum，sabi limata tunanum ni ina kura
这是有呢。好，谢谢我们的星海哈，谢谢你，你的中文要补上去才完整。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苏贤，努米苏。Usapilarun你ina kunia unot i babuda， 这个扁担是妈妈用来挑水用的。对，谢谢。好，Sabirahum，真的，苏贤你会写，我们很少讲这个，会忘记呢。Usabirahum ni ina kunia unot i babuda。好，这个扁担是妈妈用来挑水用的。对，好，谢谢。好，通常我们挑水都真的是要用onut扁担，不知道线上的可能有的人没有看过哈，也没有挑过水。好，刚刚我想到有人星海老师说的吗？是比提马大啊，对。来，谢谢我们的苏贤，写得非常好哈。Sabirahum 这是用来挑水的哈。Sabirahum 我们水是要用Mirahum 嘛，Mirahum 就是去挑水的意思。好，Sabi 就是用来哈，就是工具用来做什么哈？Sabi 就是用来。好，惠美努米苏，跟书写的差不多。没关系，我们是练习。我写的好我们两个都很厉害。Usapilarun Gina Gula Unut， 那扁担是妈妈挑水用的。好，alright。Usapilarun ni ina， 好，一定那个时候要用你 ina gura 那个扁担 onut， 好，意思说 Usapilarun ni ina gura onut， 这样子写。好，你 ina。那扁担是妈妈挑水用的啊，你 ina 很好。Usapilarun ni ina gura onut， 写得不错哦。大家都知道是用来挑水用的哈，还有没有别的功能？好，你 Alice。Usapifali ni ina do patafuan kunia unot i babdar， 那根扁担是妈妈用来送便当的。Usapifali 是给嘛？Sabi，等一下，我先念一下哈。Usapifali ni ina do patafuan kunia unot i babdar。那根扁担是妈妈用来送便当的，应该是说 usabi limata 就是挑嘛，对 usabi limata ni ina tu patafuan kunia onus i babudar， 对，你要用 usabi limata 好，就是扛，对，好，学会，好，谢谢，好，应该是 usabi limata 挑，好，挑。就是扛嘛，好，挑起那个叫里马大，上面有一个有一位老师也是写里马大，好，加上沙比，好，沙比里马大，你ina do patafuan kunia onus i babudar， 好，中文是没有错哈，没有问题，写得很好，好，可以做一下修正哦。好，马劳多尼马烧。Sisi usapiteki tufungo ni mariangai safa kura unut i baputar， 那个放在庭院里的扁担是妈妈，我忘记打妈妈了，我打错，修正，我再修正，好，老师，好来。好，爱都好，你Alice好，还是本尼斯。Usapihimata ni ina do patafuan kunia unot i babdar， 那根扁担是妈妈用来挑便当的。对，好，Sabihimata ni ina do patafuan 就是便当嘛。Kunia onus i babudar， 对，过去时代啊，我们在务农的时候，割稻插秧
都要送点心啊、茶水，好，用那个扁担来挑嘛，好，扁担就是萨比里马担，好，很好哦。我就会想到过去哈，大家都是用那个扁担来挑水呀、送便当都用那个糯草。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写得很好。好，惠美你修正了，你说对阿西奔吼。Hai sabu sabi larum ni ina gula unut，那扁担是妈妈用来挑水用的。有进步很多。乌萨比拉，这个要念拉弹舌音哦。还不会弹。Hai, mapukilhaw nga ito sa pirasum ni ina kura onut。要练习弹舌哈。有时候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是写得很好，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啊，如果你不是在口试啊，萨比拉鲁哈，就应该要念对哈，萨比拉鲁那个拉，我们这个很难发音，要多练习。好，谢谢惠美。好，苏贤说可以用萨比欧弄吗？萨比达姆弄、萨比欧弄也可以哦。萨比欧弄嘛，萨比里马大有的地方部落都会讲说萨比欧弄也可以，可以哦。萨比欧弄的拉布达或者是我们的米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也可以用啊，也可以用这个来讲。Sabi orang tu nanum gura onut 可以。好，谢谢苏贤的分享。好，这样死过人了，还是这样，我也很怕啊。下雨就对呀，我请他帮我了，只能低声下气，突然快有谁的那个麦关一下哦，谢谢。好，马上努米说后。谢谢。Usapitake tu fungo ni ina ku mariangai asafa kura onot i paputar。那个放在庭院里的扁担是妈妈用来敲不听话的弟弟的头的。好，写得很好。Usapitake 我就是用来敲嘛。Usapitake tu fungo ni ina。Usapitake tu fungo ni ina ku mariangai asafa usapitake tu mariangai 应该是怎么写 usapitake tu fungo ni ina ku mariangai asafa kura onus ipaputar。 你中文是说那个放在庭院里的扁担是妈妈用来敲不听话的弟弟的头的哦。你应该是说Usapitake ni ina tu fungo no mariangai asafa kura onus ipaputar， 这样子才对哦。对，然后一下号码好像你要移一下位置，谢谢 Alice 马少号，谢谢你。好，因为你这样念的话，好像是 Usapitake tu fungo ni ina， 好像是。要被打的是妈妈的头哈。好，修正一下。好，反正比说哟，好，很好，谢谢我们的马少。好，有些时候我们写太快了，好，把句子移一下就顺畅了。好，谢谢吉马沙湾号。好，安迪拉后古米苏利呆。如果线上还有人要分享的，也可以随时传上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哦。好，第三题是说 Usapimaan ni ina kuni aunut i paputar。 好，在庭院里的这个扁担是妈妈用来做什么？好，根据这一题也可以写你的回答。好，线上的老师们可以多多的写哦。好，谢谢大家。好，我们马上还在修正。好，我们看下一题哦。如果还没有完成的，你随时上传也没关系哦。好，我们进入到
第4题，好，马上你慢慢写哈。好，马上修正了，好。来，阿西本后的秘书。sabi teki ni ina ku mariangai asafa afungo kuya unut i babutar。那个放在庭院里的扁担是妈妈用来敲不听话的弟弟的头。哦，对，中文是 OK 的，好。Usabi teki ni ina， 应该这里要用 tu mariangai asafa afungo tu mariangai asafa afungo kura unut i babutar。你表达的中文是没有错哈，应该是说 Usabi teki ni ina tu mariangai asafa tu fungo kura unut i babutar。这样子写会比较通顺呢，是不是马少？来谢谢。来聊那个。是来，好，谢谢。好，没关系哈，有时候那个语助词啊，都会有时候会写的会不太对，好，我们可以做修正。好，我们线上的老师也可以帮忙提供一下。好，我们再进入到第4题哦。好 ，Kinabina kisu mitzvos tuni ahana i babutar。Kinabina kisu mitzvos tuni ahana i babutar。好，你在庭院里浇这朵花几次？好绕舌哈！你在庭院里浇这朵花几次？好 ，Kinabina 就是几次的意思。Kisu 你mitzvos 就是浇花嘛，浇水。Tuni 这朵ahana Tuni ahana 这朵花。i babutar 好。你在庭院里浇这朵花几次？好，我们根据这一题，好，我们可以做练习哦。那么头一大古尼南句子好。Kinabina 的意思就是几次。bina 是多少嘛？加上前缀 gina， 好，就变成几次。Kinabina kisu mitzvos 就是浇花浇水。Tuni ahana i babutar。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周围会种花嘛，会有我们的种植一些漂亮的花，那你每天都要浇水施肥，花才会漂亮哈。可以说 Kina 5 kaku mitzvos tuni ahana i babutar。就是说我在庭院里浇这朵花有5次。好，这里再问你有几次啊？用你的表达方式来写哦。好，我们的马上你修正好了哈。还没哈，好，没关系。我们要写通顺的句子，真的是会不容易哈。好 ，Kinabina kisu mitzvos tuni ahana i babutar。用你的表达方式来书写哦。几次？你浇这朵花有几次？好哦，惠美今天不错哦。好，阿西本书。Inadusa kaku mitzvos tuni ahana i babutaran。这朵花我在庭院浇了2次。i babutaran i babutar 好。Inadusa kaku mitzvos tuni ahana i babutar 就好了。好 i babutar 很好，比较顺好。哎，这朵花我在庭院浇了2次。
很好哦，越来越进步哦。这样你多写多念，你一定会进步多了。好，因为我们的语言都要说常说才会记住。好，谢谢惠美哦。你苏贤苏贤老师说这样改可以吗？你可以帮忙念一下吗？还是分数是不是比较顺一点？哦，好，我改，我usabi deke ni ina tu fungo nu mariangai asafa gula unuts I babuta。对，很好啊，对，就是这样这样，改可以吗？可以耶，这样就比较顺哈。我念一次好行，好不好？Usabi deke ni ina tu fungo nu mariangai asafa gula unuts I babuta。对，很好哦。好，我们刚刚想很久哈，我也希望线上的老师还有萨利嘎嘎可以一起来练习哈。有时候会想不起来哈，要怎么去写？好，谢谢我们出贤哈，也谢谢马少哦。好，你法里奥抽，法里奥斯，努米说好。嗨，Kinaze在阿扎，嘎古阿米兹夫斯杜纳哈纳伊巴布达。我只有在庭院浇这朵花一次而已。很好哦。吉纳兹在阿扎，好，你这边吉纳兹在有加上冒号嘛，拉长音。如果你点这个拉长音，一定要念像你刚刚这样子哈。吉纳兹在阿扎嘎古啊，米兹夫斯杜纳哈纳伊巴布达。我只有在庭院浇这朵花一次而已。好，很好，谢谢法利奥斯。如果是2次呢？给那杜沙阿扎也可以哈，加上那个拉长音。好，谢谢我们的法利奥斯。来，你 Cindy 来吼。嗨，来好，星星。Kinatulu gaku a mitfus tuni a hana I babuta。我在庭院里浇这朵花3次。好，谢谢。Kinatulu gaku a mitfus tuni a hana I babuta。我在庭院里浇这朵花3次，很好哦。有的人一天可以浇5次哈。希望花长得漂亮，好，长得高，好，谢谢我们的 Cindy 好，马少说谢谢苏贤哈，真的哈，我也很想帮忙，但是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不起来。谢谢苏贤，他是我们线上最贴心的一个助理哈，苏贤老师，谢谢你。好，你会没？你修正好了哈，来，我先回收跟闽南南。会没？吉纳杜萨，我帮你念吗？好，吉纳杜萨嘎古米兹夫斯多尼阿哈纳伊巴布达，很好，你自己要多练习哦。好，谢谢。好，这一句我们练习完了哦，我们接下一句喽。好，你来后古米滴滴太好也没关系，好，慢慢写。好，萨嘎里玛对哟。第5题说，以哈祖啊及阿公啊，米公古以巴布达以哈祖啊及阿公啊，米公古以巴布达阿公曾何时在庭院讲故事？阿公曾何时在庭院讲故事？曾经的曾哈祖啊何时？及阿公就是阿公，米公姑就是讲故事嘛，公姑就是我们的介词哈，好像台语的公狗是吗？米公姑就是说故事讲故事，伊巴布达好，过去以后阿公要讲故事都会在晚上啊
我会在庭院里讲给大家听。我们根据这一题来练习哦。线上的老师还有学员，大家一起来练习哦。伊哈祖啊的意思是成和死，成和死。好，阿公及阿公就是阿公，阿弥公故就是说故事、讲故事，伊巴布达如果是我回答的话，那吉拉拉沙呀及阿公阿弥公故伊巴布达阿公在昨天晚上在庭院里讲故事。阿公曾在昨天晚上在庭院里讲故事。这样，曾什么时候你可以讲，就是过去曾经，那是过去的时间哈做啊，或者是小时候啊，以跟忙后嘎姑，那时候小时候听阿公在庭院里讲故事之类的。以哈做啊，就是曾经何时，曾何时。阿公最喜欢讲故事都会讲很精彩的故事。故事是巩固，讲故事加上前缀咪巩固，讲故事。我们台语讲构属，构属就是这样巩固，咪巩固，这也是介词。好，台语介词咪巩固。好，你Farios，那么说好。Hai. Yo kamanho ihrek no sagalafi moralis a pakimas jiagong itamiana ipaputal。中文字写。小时候的时候，在晚餐后，阿公经常对我们讲，在庭院对我们讲故事。对，这个很有情境对。有感冒后，ihrek no sagalafi ihrek no sagalafi ihrek malafi， 可以写说 ihrek malafi mararis pakimar ci agong i damianan i paputal。 好，这个是没有问题。可是你在这里 ihrek no sagalafi sagalafi 是这样子好像不太顺。有感冒后是没错ihrek malafi 就是吃晚餐嘛。你可能中文再补上来看看哈。Farios， 你中文先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你表达的是什么？谢谢 Farios。 好，你先把中文写上去。好，谢谢。好，你会没？不知道对不对？我试试看。可以啊，都要试。有我有甲过伊滚过来就是阿公迪拉巴布达。我儿时阿公就在庭院讲故事。好，我们来看有娃娃和甲过伊你滚过来就是阿公迪拉巴布达。我儿时阿公就在庭院里讲故事。很好哦。马达马好。马达马你可以讲是伊娃娃和嘎姑，伊娃娃和嘎姑，娃娃和嘎姑。我要强调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伊娃娃可以啊，这样。娃娃和嘎姑也是可以啊，娃娃和嘎姑伊，你可以这样表达也不错。伊姑姑爱都是阿公迪拉伊巴布达，迪拉伊巴布达哈。还有里面，在庭边有中文有写，在庭，我在更正。对，
很棒咯。你说闽南南或是写的就很好。马少，先生，哎， anu malahek, anu mahal, anu mahalek, mahalek, anu mahalek maravi sa tapang tu ci akong mitaw chiker i paputar。当用完晚餐后，阿公就会开始在庭园里讲故事。哦，很好哦，讲故事对。你那边是你倒几个儿是故事吗？对，讲故事，我们巴里绕比较习惯讲到几个人。倒几个儿哦，哦，讲故事，古故很少没有讲过倒几个儿哈。哦，很好，我再看一下哈。谢谢马少。maharak 啊，它是 maharak 啊，malafi'i 看一下哈。Satapang tuji agung mitau ciker i paputar。当用完晚餐后，阿公就开始在庭园里讲故事。哦，很好，写得很好哦，马少，不错哈。他们巴里套的米公故是倒几个，倒几个啊，倒几个，练习多念几遍倒几个哈，就会念得很好。谢谢马少。好，你爱丽丝，我看一下啊，爱丽丝来，你们说好。Berlaris i sasaya si akong mikongko tu kawas i paputar. Iraku zalaw i kira-kirangan saan ku suara ni akong. Ta misa kadotoman ku panges numaku. 阿公常常在庭院晚上讲鬼故事。我阿公说树林里有模型，那害我起鸡皮疙瘩。写的越来越多了，谢谢爱丽丝哈。会谢谢我那个皮肤的那个防恶石好像拼错了。可以啊，我再念一次，你可以防恶少写一个 n， 对不对？好，没关系，你修正。好，我再帮你念一次哈。Pararif i latlaya ci akong mikungku tu kawas i paputar. Iraku calau i kilang. Iraku calau i kilang. Saan ku suar ni akong. Tak misa kalatu man ku fanges numaku. Misa kalatu uman. Misa kalutuman。哦，这个是起皮疙瘩是吗？米萨嘎鲁杜曼，我没有念过这个词汇呢。哦，应该是哈，爱丽丝，你有查过哈字典？有。古方尔斯努马古，写得很好。我看一下，杜高瓦斯，他说第二句哦，杜高瓦斯伊巴布达，伊拉古扎劳伊吉拉安会比较好哦。伊拉古扎劳就是鬼嘛，哈。哦。伊拉古鬼魔神嘛，魔神仔，好。不要写以吉拉安萨安古索尼阿公把米萨嘎罗杜曼古方尔斯马古，对，写得很好。吉拉安，好，要加一个 an， 好，就是森林里，写得很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我们看一下你会美修正的，好。Uwawa hukaku i kungkuai tuci akung ila i paputar。很好，对，哈丁尼马达玛都好。嗨，麻烦那都技术米苏里套，在这能头哟，阿来，嗨，谢谢你法利欧斯修正的，好，法利欧斯，那么说好。有妈妈和马赫勒阿马拉菲伊。Moralis Pagimas 加贡伊达米亚难伊巴布达。小时候吃过晚饭后，阿公会在庭院里跟我们讲故事。
对，很好，谢谢。好，好，我念一次哈。有妈妈和maharag malafi i mararis pakimar ci akong i damianan i paputar，写的不错。小时候吃过晚饭后，阿公会在庭院讲故事给我们听。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听阿公讲故事哈，都是在傍晚，以前没有电视嘛，哈，都会在夜晚的时候没事，阿公就开始讲很精彩的故事。哈，故事也可以讲巩固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刀几个烂，刀几个哈，刀几个哈，那是我们的巴厘岛的说法，应该是没错哈，刚刚有写的巴厘岛哈。你 Alice， 你是修正是吗？はい。Ade asipan hono misu ade. はい。Paralis i sasaya ji akong mikongo tu kawas i paputar. Iraku zalaw i kira-kirangan sang kusuar ni akong. Ta misa kalutuman ku angus numaku. 好，很好，你现在念的语气非常的好哦，好，来，谢谢你，爱丽丝。好，Paralis 就是经常，Paralis i sasaya ji akong mikongo tu kawas i paputar. Iraku zalaw i kira-kirangan saan kusuar ni akong. Ta misa kalutuman ku fangus numaku. 好。你刚刚写的fungus对，写对咯。fungus 就是皮肤嘛，就会皮肤起皮疙瘩，讲鬼故事会很恐怖。好，谢谢大家哈，大家写的非常的棒哦。好，那我们现在先闽南弄好给大号，我们刚好59分，我们休息，把它弄给大读，没得把混哦，闽南弄好给大。好，闽南弄好哟。来，多拉五加 ，now 就是为什么？马乌拉喜欢吉拉芬拉芬是一个人名哈，吉拉芬以巴布达尔在庭院米欧瓦就是喝，多拉五加那包茶五加就是茶哈，多拉五加那包茶。为什么拉芬喜欢在庭院喝那包茶？我们回答的时候说 ，Now honey 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之前都有练习过了哈。Now honey 如果是我的话 ，Now honey ira guirang ni Lavin saka， 所以 maulah si Lavin ipaputar mi waktu ra uja 这样，因为 Lavin 有朋友，所以他们喜欢在庭院里喝茶。好，我们根据这一题来写哦，来分享。Now 就是为什么的意思。我们物价也是介词哈，物价、茶叶、茶包、茶都是讲物价。为什么拉宾喜欢在庭院喝那包茶？拉宾原本的意思是过夜哈，如果是这边写吉拉宾就是一个人名。好，线上的老师根据这一题我们来练习哦。马乌拉是喜欢的意思哈，然后马乌拉为什么喜欢？为什么拉宾喜欢在庭院喝那包茶呢？
那哈尼马乌拉吉拉宾啊，米瓦杜加也可以哈，因为拉宾很喜欢喝茶啊，也可以这样哈，简单的表达。你有别的句子也可以分享哈，对这一句有什么想法、写法啊？写完了，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哈利乌加吉拉宾也可以啊，哈利瓦的乌加吉拉宾，因为拉宾特别喜欢喝茶，或者是那包茶是很特别的。拉宾你也可以改成嘎造或者是改成吉巴奈，人民也可以改变哈。米瓦就是喝的意思，米瓦喝饮料我们也是要用米瓦，米瓦杜拉啊果汁，也可以用米瓦喝果汁。哎，马哈尔盖多，好，我们可以上传哦。好，你 Alice， 好，努米说好。Now hani Kashmir Kufali i Paputar Ansa Maura Chip Afin Miowak Dura Uja i Paputar， 因为庭院的风很凉爽，所以拉菲喜欢在庭院喝那包茶。写得很好，谢谢 Alice。好，那喊你Kashmir Kufali i Paputar Mansa， 所以Maulah Jilafin Miowak Dura Uja i Paputar。写得很好哦，我们谢谢 Alice。好，表达的方式非常的好。好，谢谢。因为庭院里风很凉爽，所以拉菲很喜欢在庭院喝那包茶。好，谢谢。好，你会没？谢谢。我刚才不小心多写一个你，然后喊你那个地方。可以啊，你念 now 少写一个 w 是吗 ？now 喊你没关系，你先念好。我知道你Magapahai tu pula paputau. Ano maulah ji laping i paputar mi uwak tula ujiya. 因为那庭院太漂亮，所以拉菲喜欢在庭院喝那包茶。很好啊，哇，你写得非常好哎！我在念一次哦，阿西本还廖文和意思好。now 喊你，我知道你要写 now 喊你，Magapahai tu kura paputar Magapahai tu kura paputar， 因为那庭院太漂亮了。Magapahai tu kura paputar， Hanau Maulah ji Lafin i Paputar Miowak 那边还有一个字哦 ，Dura Uja， 好，写得很好，要修正哦。Miowak 那边有一个要点一个字号 ，Miowak， 还谢谢惠美，好，写得不错哦，很好。好，你Farios多。Now hani friusa ku fali ipaputal saka maulak jingra amiwak tura uja itira。因为庭院有微风吹拂，所以他喜欢在那边喝那包茶。对，谢谢。好，Now hani friusa ku fali ipaputal saka maulah jingra amiwak tura uja itira。写得很好呢。因为庭院有微风吹拂，所以
他喜欢在那边喝那包茶。哎，谢谢我们的法里奥斯啊，大家写的表达都非常好啊。还好，惠美你要修正哦。谢谢我们分享愿意分享的学员老师好。好，你来后过咪弟弟来好，也可以上传来分享哦。Now maulah jilafin ipaputar amiwa tura uja 哈，我相信你有自己的想法哈，自己的写法，不妨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共享哈。大家都写得很好哦，我相信还有人在想哈，也没关系哦，慢慢想，等你写完了，你就可以上传。巴布达尔就是庭院嘛，巴布达尔就是在庭院啊。我们都喜欢在庭院里喝茶，尤其是夏天哈，一个吉哈朗安哈，大家都不喜欢待在屋子里，都喜欢在屋外，有凉风在那里哈，越喝越多哈。好。然后kuni maalaw to numago kuni masaw. Jinsi. Nauhani fartai ko umakan ni lafin i kacilaran. Mansa ngaura cinda mi uak tora uja i paputar. 因为夏天时他家客厅很热，所以他喜欢在庭院里喝那包茶。很好，谢谢我们的马少哈，写得很好。Nauhani 因为 fartai ko umakan 就是客厅，你lafin i kacilaran kacilaran对kacilaran 很那么好。Mansa maulah cingra miwak tura uja i paputar 好。kacilaran 那这边是kacilaran对好，夏天好，写得不错哦，马上阿来汉吉说好，写得很好。我们客厅是五木干嘛？五木干就是客厅，上次有说哈，五木干就是客厅。我们客厅是巴拉方案啊，对，谢谢。好，大家都表达得很好哦。好，你然后我都好，把多很多米上传哟。好，伊兰诺多丢，我们继续看哦，往下看。第7题读哟。好。第7题。Itu aku pilih makan nuya afai. Itu aku pilih makan nuya afai. 好。那位阿姨躲藏的地方在哪里？一住在哪里？故比利木干，比利木就是躲藏加上前缀比加上后缀岸的时候，它就是躲藏的地方。努呀法医那位阿姨阿姨就是法医。这一句是说那位阿姨躲藏的地方在哪里呢？你可以形容一下，躲在后院，躲在哪里都可以表达哈。我们根据这一题想一下伊拉杜姑好，大家写一写哦。好，我们看一下惠美她修正好的。Nauhani makabahay tu kula paputar. Anaw maulah ji lafing i paputar mi uwak tula ujiya. 那庭院太漂亮，所以朗碧喜欢在庭院喝那包茶。很好哦，这样就写得很棒哦。好，你修正的好了，好，写得很好。那你makabahay tu kula paputar 就是体验非常的漂亮。Hanau 所以
Maulah jilafin i paputar miwak tura a uja。写得很好，无价就好了，无吉呀，无价，无价，这样就好了，无价，无价，本来都好，茶包哈，无价，无吉呀，还是无价，係嘛，嗌都好，無價，好，嚟，好，然後噶啦，noi第7題sa kapitulo，那naman ho itago ni hao，nila kung mafana ay misulit好。线上的各位萨利嘎嘎都一起来练习哦。曼古米苏嘎巴纳安，或许你比我们厉害哦，你可以分享。好，itu aku pilih makan nuya afai. Itira i saikulan ku pilih makan nuya afai. 好，可以这样回答。sa ikulan no rumah kopi makan no ya afai。那位阿姨躲藏的地方在后院，就是房子的后面。sa ikulan no rumah， 家的后面。itu就是在哪里，在哪边。itu aku pilih makan， limak 是躲。比利木干就是躲藏的地方位置哈，想一下哪里可以让阿姨躲起来。好，我们都会有躲藏的地方，或有时候我们躲猫猫啦，我们都会找别人找不到的位置哈。想一下哪个地方是阿姨可以躲藏的地方。好，Minanam kita misulit yo。我们一起来写，想一下。你可以写说kira-kirangan ku pilih makan nuya afai。那位阿姨躲藏的地方在树林里kira-kirangan。你可以或者是在桌子底下，很多地方可以躲藏。好。如果上一题还没有写完的，也可以上传哦。你第一摊时候你也不要吝啬哈。itu ami pasarak好，还是penumita ami nanam。itu在哪里？你可以说在门旁边啊，或者是在什么位置哈？四面八方都可以，米里莫考都可以躲藏。好，你 Alice 好。ilalumaan no tangso ko pilih makan nuya wawa， 那个小孩躲在衣橱里面。很好，你可以用娃娃。好，ilalumaan no tangso就是衣柜，ko pilih makan nuya wawa。好，那个小孩躲在衣橱里面。好，谢谢哦，写得很好。ilalumaan no tangso， tangso就是衣柜。ko pilih makan nuya wawa， 很好。你可以形容娃娃哈，也可以反也可以改成其他的成员。好，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写。好，你法律说。I kekerayan ko pilih makan nuya fai， ituan tu jingla， awai tu ihakal jingla。那个阿姨躲到天上去了，她已经离开了，她不在世上。很好，谢谢你法流草。I kekerayan ko pilih makan nuya fai， ituan就是回去嘛，ituan就是回家的意思，回天上。ituan tu jingla， 他已经回天上安息去了。awai tu ihakal jingla， 很好，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真的写得很好哦。一读案就是修固软的嘛。海岸是说应该好，谢谢好一读案，你看，我常听人家讲一读案，我忘过了一读案是吧？后来查一下，原来是回家回去的意思，就好比是海岸的民奴该。还有别的部落的说法吗？回去回家，很特别哈，一读案。如果不常说的话，也不晓得是回去的意思。好，谢谢法利奥斯。好，来，哇，大家都想象力非常的好哦。麻烦张米处理的那么好。好，线上的好，好的，给人对单米处理的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这边多练习。因为在家里说的时间很少哈，几乎一天也没有讲几句主语哈。一定啊，在给大米娜娜哈，我们在安美线上学习也是很不错哦。好，Cindy，努米说好。Hai, ikul nu fawahan ku bilimegan nu ya wawa，那个小孩躲在门的后面。嗨，谢谢，很好啊。谢谢。嗨，阿西本那对吗？对呀，ikul，你习惯讲ikul嘛？ikul nu fawahan ku bilimegan nu ya wawa，那个孩子躲在门的后面。ikul nu fawahan，你可以了。ikul nu fawahan ku bilimegan nu ya wawa，写得很好哦。嗨，阿赖，谢谢谢，麻烦这儿多马蒂尼。好，嗨，把ini saya kita ini好，我们要多在这里分享。把ini就是分享的意思哈，因为我们很鲜少讲我们的好听的语言哈。ini kita minanam 也很好，2个小时哈，可以让大家哈尽情的说主语哈。这一题第7题应该还蛮好写的哈，还有很多人还没写哈，希望大家那给大号一起来写，可以复制前面的啊，可以修改哦，可以写你的，你有写第1句哦，第2句、第3句，你就会不断的会练习哈。itu aku pilih makan nuya awawa。大家都有写小孩哈，法医、法基都可以哦。好，你马上。Sisi. Ilung-ulungusan ko bilimakan nuya fai nauhani matarawai jingra kastean no fainai ningda。那位阿姨躲在草丛里，因为她害怕被她的丈夫打。哦，好，谢谢哈，你写这一句很好。好，人我就是草原，古比利们干努呀阿法伊。那汉尼因为马达拉外金拉卡斯蒂安努法伊奈尼拉。好，表达的很好。好，就是说那位阿姨躲藏在草丛里，人我善就是草丛里嘛，因为她害怕被她丈夫打。啊，对，也不错啊，躲藏的地方，她老公可能马拉桑埃号，马拉桑埃，会去追老婆，哈，会去追打太太，哈，老婆很聪明，会躲在人物上就找不到了，好，非常好，人物就是草嘛，如果重叠，人物上就是草原、草丛里，谢谢我们的马少。哎，你惠美，嗨，Ikali cucu nu paputar ku bilimegan nu ya afai。那位阿姨躲藏在庭院的角落，我不知道对不对。好，Ikali cucu i大题目做。好，大题目做，对不对？线上的老师是不是大题目做？就是角落边边，一咖喱猪做，一大题目做也可以啊。大题目做就是角落，
达利姆作，好，有一个给这是对哈，不是咖喱猪作，达利姆作努巴布达尔古比利姆干努亚阿法伊，好，写得很好，就是咖喱猪作要修正。有咖喱猪作这个词汇吗？我是在一乐园看到的。哦，是什么意思？就角落，所以我才问形系对不对？可是，在蔡中涵的那个字典里面，我是找到主注而已，它是一个角落，还主力，所以我不知道咖喱猪作。哦，一乐园里面有。好，如果根据一乐园那边的词汇也是有啦，不知道是哪个方言别哈。角落，那角落怎么拼？老师？主作是吗？还作，因为有一个字字嘛，主作，有烟头色音的音要出来，咖喱主作。如果按照外国人的你说咖喱主作，这样就不是角落。以咖喱主作，对了，好，或许有这个单字没关系哈。刚才讲的角落是怎么拼？咖喱木作，咖喱木作，咖喱木作。TADIMOCO 再加一个字，达利木作。达利木先生，达利木作。阿赖形系。对，很多种说法。好，达利木作，咖喱猪作也是有哈。我们看很多字典都有写。好，先迪说达利木作干。有哈，Cindy， 你是有写这个吗？有这个单字哈，达利姆主干就是角落。好，字典上面查可能有，根据字典有写。还谢谢，我是看那个字典上面的。哦，达利姆主干这样哈，哎，有了呢，又有多一个角落。还是马少那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看那个字典上面的。有啊，如果字典上面有写，都是会有。有，因为很多方言别，达利木做干也是有。好，马少写说达利木做角落，对，达利木做，对我小时候到现在都是讲达利木做。应该有咖喱煮做。既然一乐园那边有写，就是有。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哦。好，我们可以随时查一下很多字典，然后查到以后可以好写上来，好，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好哦，谢谢你们。达利主作、达利木作、咖喱主作都是一样，是角落哈。好，你来和我们分享啊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多写一点。嗨，美花形系，你好，对，阿西本你说。还好，等一下哈，然后好。我看一下，你好。Ilihif no umah ko bilimagan no ya fafui umama hofus do kura fafui。山猪躲在田里的洞，因为它要准备生产了。好，你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也不错，谢谢美花。谢谢美花，阿来美花，还阿西本那个好。Ilihif no umah ko bilimagan no ya fafui。Lihef 就是那个洞穴哈，那umah ko bilimagan no ya fafui哈，山猪躲在田里的洞。妈妈 hofut do kura fafui哈，因为它要准备生产了。妈妈 hofut 就是将要生产的意思哈。谢谢美花老师哈，他用这个句子哈跟我们分享，谢谢你哦。Lihef 就是洞穴，好，山猪就是法会嘛，是不是也有人讲礼用？好，我记得猪很多说法哈，法会或是礼用。礼用在我们那边是家里圈养的猪哦，对，家里家猪哦，礼用还那么家里圈养的猪就是礼用，那就是在山上跑的就是法会。哦，还好。对，通常有的人指法会都是猪嘛，没有很少讲礼用。如果是山猪，我们会加一个
法菲努鲁多是吗？我们看我们的签词那边就写法菲努鲁多这样3株。OK 哈，好，谢谢美花。她说法菲就是3株，李用就是家里养的。好，谢谢。你来后也没关系哈，一起来分享。如果还没有写完的，也可以慢慢写哦。一定对一兰路哟。好，大家加油！赛泽勒努米达好。第8题。Isakazua no paputar kuya asuku. Isakazua no paputar kuya asuku. 那间仓库位在庭院的哪一边？伊萨嘎祖啊，意思就是哪一边？好，诺巴布达尔就是庭院的。乌亚阿苏古，那间仓库。伊萨嘎祖啊，就是位在，位在哈。萨嘎祖啊，就是哪一边？哈，萨嘎祖啊。位在哪一边？好，伊萨卡祖啊，诺巴布达尔古亚阿苏古。好，我们回答可以说卡蒂莫尔诺巴布达尔古亚阿苏古。那间仓库位在卡蒂莫尔，就是南边啊，在庭院的南边。好，阿米斯就是北边嘛，位在北边。东边是嘎瓦利，好，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表达哦。好，第8题是说伊萨嘎祖瓦努巴布达尔古亚阿苏古。你想一下，你们的仓库是位在庭院的哪一边呢？哪个方向啊？哪一个方向？我们有时候可以在前面哦，在庭院的后面，或者是在左右边，或是比较远的地方。好，弟弟的努米达古你好，伊萨嘎祖啊努巴布达尔古亚阿苏古。我之前的主题哈也有属库，或上一次的属库就是仓库。仓库就是属库。好，伊萨嘎祖啊，意思就是位在哪一边。古亚就是那间，阿苏库就是仓库。好，想一下哦。好了，等我们回答好。做爱古拉苏库，伊萨嘎做爱努巴布达尔古拉苏库。还。Maraw tu ni Masao, Miso. Ay, Ika-amis no paputar kuya古ฝ้。那间仓库在庭院的北边。哦，谢谢。古ฝ้还能摸好还对，上次你有说古ฝ้就是仓库。Ika-amis no paputar kuya古ฝ้。那间仓库位在庭院的北边。好 ，Ka-amis 就是北边嘛。谢谢马少哈，对，我们的属库都会位在东南西北哈，哪一个方向？嘎腰、嘎一锅都可以写哈。马少他们的说法是古ฝ้就是仓库，有的地方是讲属库，就是仓库，还有别的说法也可以哦。所以我没有常讲，忘记属库哈。我们常讲是属库就是仓库。好，位在前面、后面，打地黑也可以哈，旁边，打地黑努巴布达尔也可以哈，旁边就是打地黑，或者是在后面，打一滚可以哈，东南西北都可以表达哦。好，梅花。Isa ka wali no ya paputar sa timulan hanya mo ko paputar.
庭院。是哦，係，嗯，沙地摩蘭係有冇庭院？啊，是哦，沙係，地木兰，伊沙格瓦利努亚沙地摩蘭古亚古放，对，會這樣說。哦，对不起哈，伊萨蒂木兰就是你们的巴布大佬。庭院巴布丹，哦，沙地摩蘭是係，哦，你是都蘭的說法嗎？沙地摩蘭，係，Isa kawali nuya satimulan kuya 古包，suku kuya kufao，那古包也可以說是屬故，哦，對，都可以屬故，古包都是，是哈，谢女报也是跟马少他们的说法一样，就是仓库。不要属姑，那间仓库在庭院的东面。好，谢谢我们的美花哈分享这一句。伊萨高瓦里努亚巴布达，他们的巴布达是萨迪木兰。萨迪木兰不是南边吗？我在想，如果你们的南边怎么说？也是啊，但是我们也是叫沙地摩兰，但是如果你就是它也是一个名词，沙地摩兰是庭院名词的说法。哦，还沙地摩兰，你最给说mi paloma do para tenganam i沙地摩兰呢，就是在我的庭院那边这样子。哦，是 Italiok no loma kula soal。Italiok no loma kula soal。沙地木兰这样是指庭院的意思，边边的意思，周围的意思。哦，对对对，因为巴西瓦里埃个米吉啦，然后我们的庭院大概都是以蒂莫来，所以沙地摩兰和古拉庭院。哦，也对了，哦，谢谢你。沙地木兰就是周边嘛，就是讲沙地木兰和古拉东边。哦，谢谢你，第一次听到沙地木兰，我们巴布达也是属于沙地木兰。哎，谢谢，还马达马多，谢谢你的分享。还那间仓库在庭院的东面啊，梅花老师说就是在周围的意思哈。沙地木兰啊，他们那边的说法啊，就是庭院的意思。好，还就是伊萨卡祖啊，努巴布达尔古呀苏古。好，我们可以想一下哈。我们希望线上的老师还可以写一下哦。你然后我们稍微写一个秘书号。好，你爱丽丝。はい、ikatit no paptar kuya suko， atayala jimama isuko do lumianash。仓库在庭院的西边，爸爸每天在仓库工作。好，谢谢爱丽丝。好，gatip 就是西边。no paputar kuya asuku， 他说仓库位在庭院的西边。matayar jimama isuko do lumiami do lumiami。 他说爸爸每天在仓库里工作。很好，写得很好，都没有错字。gatip 就是西边，南边就是 gatimur 嘛，北边是 gaamis， 那东边就是gaamis 就是北边，gawali 就是东边。好，对，谢谢哦。我们都可以很多的地方可以来形容哈，前院后院周围都可以。好，大家都很乐意分享哦。第8题，老师，我问题，老师他那个刚刚有回答说以萨嘎瓦利可以跟以嘎瓦利，所以要回答嘎瓦利吗？还是萨嘎瓦利？萨嘎瓦利跟嘎瓦利是一样的？一样啊，我们有时候讲会萨嘎瓦利，都可以，以萨嘎瓦利、以嘎瓦利都可以。就是萨嘎瓦利就是嘎瓦利就是东边嘛，伊萨嘎瓦利就是在东边那边，这样意思都是一样，都可以用。所以两个都可以，就对。对，两个词汇都可以用。好，谢谢老师。好，
谢谢苏贤的提问哈。如果有觉得想要知道意思，也可以就一起来认识这个单字哈，它的用法。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也可以提出来哈。阿嘎嘎乌噜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怪怪的，也可以修正。好，谢谢。好，第8题我们都讲完了哈，我们再往下走哦。萨嘎西哇多好，萨嘎西哇就是这就是第9题。伊拉啊，ma'arau nuni awawa ku fafui i paputar hau. Ira a ma'arau nuni awawa ku fafui i paputar hau. 住在庭院里有被这个小孩看到吗？伊拉就是有的意思哈，马阿绕就是被看的意思。努尼阿娃娃这个小孩，古法夫伊巴布达好，住在庭院里有被这个小孩看到吗？好，我们就根据这一题来做练习哦。那咱们努米达古尼好萨个西哇。住在庭院里有被这小孩看到吗？我们可以说嗨，伊拉马阿劳努尼阿娃娃古法夫伊巴布达萨吉嘎吉盖萨奈。是的，有哦。猪在庭院里有被这位小孩子看到，猪跑来跑去，好，可以哈。依你的想法。我刚刚举例而已哈。猪在庭院里有被这位小孩看到，猪跑来跑去，或者是躲来躲去，都可以练习哟。每一题都可以练习，试试看哈。努曼南杜古米苏阿哈拉灯号，看你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上一题还没有上传的，也可以哈，写完了也可以上传，不要放着哈。放着你会想说，哎呀，没有写好，不好意思噻。哎，都好，写一半也没关系哈，我们就帮你一起补上去，补下一句哈。Ira a ma'arau nuni awawa kufafui i babutar hau。好就是是跟不是的回答哈。好，可以说是，不是。我爱阿ma'arau也可以哈。没有看到啊，住在庭院里没有被这小孩子看到啊。猪有被这小孩子看到吗？住在庭院里。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哦，想一下。阿绕是看，加上妈前缀的时候就是被看，马阿绕。想一下，要怎么写？还ira ma'alau nuni awawa kufafui ipaputar misalnya ma'ai 这样。还就是的，住在庭院里有被这位小孩子看到，猪在玩耍，猪在吃地瓜叶，因为猪吃的是地瓜叶哈，乌拉布。有时候我们的小乳猪，有的人会特别养那个小乳猪哈，拿来当宠物。嗨，马劳多努马姑姑尼艾丽丝，好，阿弟阿西本尼苏，中文还没有写完，好，你可以用讲的。Hai mitakaw kura fafui a kumaan tu funga ipaputar
Urasaka Malau Nuni Wawa Kula Fafui Paputar，有因为那个山猪正在偷吃地瓜，在庭院偷吃地瓜，所以被这个小孩看到。哦，很好，对，海语就是你大告就是偷吃，古拉法菲阿古马恩都福啊，以巴布达尔福啊就是地瓜嘛，有的说法是古啊，好福啊都对哈。Urasaka ma'arau nuni wawa kura afui i paputar，所以呢，在庭院里被小孩子看到，是这样哈。Urasaka，所以这只猪在庭院里被小孩子看到，是哈。好，如果还可以写中文的话，就补上去哦。谢谢我们的 Alice 哦。好，你马上。Hai Sensei. 来。Awa ay maaraw nurawawa kufafui i paputar, nauhani u mapuhawai kurawawa。那位小孩没有看到猪在庭院里，因为那位小孩是盲人。好，阿来马上好，阿来很好，你实力单是很棒哦。Awa ay maaraw nurawawa kufafui i paputar。那位小孩没有看到猪在庭院里。然后喊你，因为我们不好外古拉娃娃，我们不好外就是盲人哈，不好就是盲嘛哈，就是看不见的意思嘛，不好外就是盲人。古拉娃娃哈，他是盲人，所以他没有看到猪在庭院。好，谢谢哦。嘛不好外就是盲人，对，还。你来后个咪苏里呆赶快哟！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时间过得好快哦，很快就要结束我们的课程。安努呼兰乌努呼兰三呼兰补充的中文是的，那只猪在庭园偷吃地瓜，所以被这个小孩看到猪在庭院。对。你刚刚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写得很好哦。好 ，Valios， 努米说好。Jua kara nuna wawa kuya fafui ipaputal. Matutuk tu jira. Utitik nuya fafui kuna shikanyo。没有，那个猪没有被小孩在庭院看到，它已经被宰杀了。那道菜就是猪的肉。哦，好，来好，猪就是没有，好，猪ka arau nura wawa kuya fafui ipaputal。他说没有哦，那只猪没有被小孩在庭院看到。弟弟nuya fafui kuna sikaan yo他已经被宰杀了，那道菜就是猪的肉哦。好像少念一句哦。Kura apa ipaputar macucuk tu jiira，或者是说mapacuk tu jiira也可以哈。macucuk tu jiira， utiti nuya fafui kuna sikaan yo sikaan 就是菜肴的意思哈，因为原来那个猪已经被宰杀了哈。变成一道可口的猪肉哦，写得很好哦，谢谢。猪就是没有的意思哈，猪嘎然没有看到，没有被看到，好，谢谢哦，写的都很好。你来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分享哦，我还没有上传的，再等一下下也没关系哦。好，谢谢大家哦，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哈，巴布达尔。大家都分享得很热络，阿来喊卡木好，谢谢大家哦，我们下一周再见哦。阿来，阿来喊卡木好，谢谢分享的老师们哦。谢谢老师。阿来，回来先生。如果还没有写，没有上传，也可以下一周再分享。阿来，谢谢大家。
好啦，嗨，晚安。